即条我要来读圣经，有2个所在，《哥林多前书》13章第7节，搁一个所在，《加拉太书》5章6节。现代中文译本，听为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仰望，对会当忍受一切。台语汉字版是凡事忍受，凡事相信，凡事仰望，凡事吞忍。搁一位是加拉太书5章第6节，因为当咱伫基督耶稣的性命内的时，受割礼，也是无受割礼，拢无啥物关系。只有迄个以听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，才算重要。以上愿上帝祝福，定定地现伊的圣经，读伊的话，用伊的话做美牛，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咱今仔日，咱的蔡主任牧师要过来甲咱传讲《爱的真谛》第17讲。今仔日是听是凡事相信的第1讲，请咱恭敬来听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，咱个组织伫伊的面前，要透过伊的话来得到帮赞。咱今日嘛真欢迎上台的合唱团，在咱献诗吼。拄则搁来大家提醒，若超过55岁吼，就会当来报名上台吼。若你若无55岁吼，你会当来做老师吼，像我53岁做校长吼。咱要领受上帝的话，进前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你的话是活泼有气力，会当更新调整阮的生命。主，阮只是要静静来听叹你的话，求主赐福保守，互阮会当拍开属灵的目睭，看见你话语的奥秘，也透过你加添的信心，互阮会当将你的话实践出来，来荣光你，来利益人。求主帮助我，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这礼拜要甲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听是凡事相信，听是凡事相信。咱会用2个礼拜来分享这个信息，但是咱若看到这个题目咱看到讲凡事相信，咱会小可无相信对无因为这对咱平时甲咱平时的理解无啥相共，因为你若想看觅，咱普通时咧教是咱的囡仔咱通常拢会讲，青云人讲的话，你毋通凊彩相信，你要细致因为青云人可能会害你你无熟悉伊，你毋通听伊所讲的，你拢相信你会晓判断，毋通马上就相信，对无？咱拢安尼教是囡仔嘛。较顺你的囡仔来主日学老师，还是讲牧师，大家讲听是凡事相信，所以所有的人讲所有的话，你拢爱相信若无你就无听。你可能感觉讲哇，这个教会安尼，敢毋通送囡仔来主日学？当然，咱的主日学老师袂安尼教。所以咱圣经中讲听是凡事相信，咱有一个要义咱敢真正会当安尼做？因为咱是生活伫一个充满欺骗的世代。所以听是凡事相信，的确有伊别种的意思，所以咱要认真来学习。我拄则讲过，咱是生活伫一个欺骗的世代嘛。我相信咱在座大多数，最少拢捌接过诈骗的电话，对无？我有一遍我接到一通电话我过来的电话号码记起来0422954431这电话对方老公伊是台中市刑事局的警察。伊讲伊怀疑我的资料去外泄所以去有人利用做人头来开银行的户头，所以伊个怀疑讲我参与诈骗，所以伊爱我提供相关的资料。我听到我就心内感觉奇怪所以我来问讲，安尼我要配合，要配合侦办伊就我讲。
你若我以后问你的资料，你拢我讲会使啊。我哪听哪毋对吼，我这资料拢互你，我就惨啊吼。我人来讲，啊无我家己去派出所投案好啊吼。啊结果吼，伊听着我讲安尼，伊就讲袂落去啊吼。啊，咱知影这是一通诈骗电话嘛。但是听讲最近吼，迄诈骗的技术吼，哪来哪进步吼。所以咱生活伫即个世代中间，咱家己要安怎面对？咱家己要安怎去驾驶咱的世界？啊，但是为什么奇怪？保罗爱咱凡事相信，啊，这是什么款的意思？咱今仔袂讲伊的意思吼，你若要听伊的意思，后礼拜爱个来吼。后礼拜我会讲为什么叫做凡事相信？咱凡事爱相信啥？今仔日我想要甲大家来分享，讲啥货是相信？相信有啥物款的风险？啊，另外再来分享听甲相信中间的关系。啊，然后后礼拜咱较来讲啥物叫做圣经中间所讲的凡事相信。咱来明白，其实相信吼是一个冒险。咱要相信人吼，其实是一个冒险，特别是咱甲伊无熟悉的人。啊，所以咱每一工拢伫冒险中间。譬如讲，我最近做一件冒险，就是啥物货？就是今日早起，我去迄个买一个早餐，好去早餐店买一个早餐。啊，为什么这是一个冒险呢？虽然这头家我可能熟悉。但是我嘛毋知影，伊是安怎将伊这食材吼，这材料进来伊的店里。我嘛毋知影伊安怎去处理这物件。所以伊做这过程中间，我拢毋知。我看到就是一个三明治做好势好势，啊，我就付钱来买来，啊，我就爱来食嘞。哦，你看安尼有冒险无？啊！若我无相信这个人，我来食咧，我就是种冒险嘛，对无？啊，所以吼，其实听到要相信，其实是一个真大的冒险。对，因为我为什么去来这个头家买物件、买早顿，是因为我相信伊，看起来安尼老实，可能袂老骗。我相信伊会进口迄个真卫生即个食材，啊，我相信伊在料理的过程中间真用心，袂去拍垃圾即个食物，啊，所以我就来买，付钱了我就来食了，因为我相信。但是即个相信是有冒险的，啊，所以任何相信拢带有冒险的即个成分，安尼。譬如讲，举一个，咱讲咱要爱人相信上帝，啊，这是邀请人进入一个冒险的。啊，其实咱家己相信上帝嘛是一种冒险。保罗就安尼讲嘛，伊讲如果咱信基督的人只伫今生有5万，咱就比世间上任何人更加可怜。因为咱相信上帝，相信耶稣基督对世人中过活。虽然因为这个相信，咱嘛相信咱将来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嘛。但是这敢是一个冒险。咱还未实际去谈到迄个永远活命的滋味的时阵，进前其实拢是一个冒险。你讲对无？所以保罗讲，如果若一天真正无上帝，那真正耶稣无对世人中过活，安尼啥物人上可怜？就是咱基督徒上可怜嘛。因为信仰是一种冒险。安尼到底有啥物款的方式会当减轻即款的风险？咱一般拢是用咱家己的知识去想嘛，去判断嘛。但是咱的判断往往有可能失错吧。有一遍，阮某孙女叫我去买一罐油，迄个入去迄个超级市场吼，哇，迄油真济，我就想讲吼，要爱选一罐较好的，吼，较安全的。啊，你要选，你要安怎选？我就想讲选较贵的嘛，对无？吼。较贵可能较安全嘛。哦，我就去选一个，这真贵哦。顶晚佫写日本字哦，哇，这可能安全呢。我就来买转去，想讲这食咧可能无问题。叫过无偌久新闻报讲这个油有问题。哦，心肝真郁卒，若买较俗的有问题，佫袂要紧，佫买较贵的。所以有时阵咱想要降低这个风险，真困难。但是有方法，当然有方法啦。无适合大家讲两种方法。第一种就是咱爱明白、爱了解嘛，因为咱
对一个人认捌了愈深，咱就会当相信伊嘛。那如果伊值得咱相信，对一间公司，伊若咧做这个产品，过去的风评拢真好，伊的信用嘛真好，咱就会当相信伊。但是咱就爱去研究，爱去了解，爱去认捌嘛。咱较人别人交陪，如果有一个人，你若交代伊啥物代志，伊拢做甲哩哩啦啦，这个人袂当信用一。但是如果你若交代一个人，每一遍交代啥物代志，伊拢来做甲真好势，真舒适。伊想第一遍经验，这个人可能会当信用。第二遍佮交代伊代志，佮做了真好势，这个人可能绝对会当信用。那根据咱的经验讲，这个人拢把你的代志处理了真好势，咱就信任伊嘛，就对伊相信嘛。所以认捌了解会当帮助咱相信。第二项是啥？因为第二项就是听，因为认捌了解一个人，咱的认捌，因为咱的能力有限嘛，有真侪人向骗拢是熟悉的对无？向骗拢是咱捌真久的人嘛，咱想讲咱叫伊骗，就是拢想讲伊袂骗人嘛，但是有时交陪真久，可能嘛是用出卖。所以认捌虽然咱帮助咱减低迄个风险，但总是袂当完全。但是如果若加就听这件代志就较简单啊，因为听甲相信是真特别的两件事，两项事中间有真密切的关系。牧师要甲大家分享3项，咱来学好来学习。第一项，咱来明白咱拢会当伫听中间去建立信心嘛。譬如讲，一个囡仔当出世的时阵，伊开始甲四周围人接触，当伊是伫一个听的环境顶面长大，伊开始学晓相信别人，因为伊的父母真听伊的，长辈伊的时代拢足听伊的，所以就提供伊的成长的需要，伊就开始相信四周围的人，因为伊伫一个听的环境下面，伊就开始学习去相信。咱顶回有讲到，听是甲真理三甲欢喜对无？听是甲真理真好嘛，所以听中间是真理就无欺骗，无欺骗当然值得咱相信。所以牧师相信咱大多数的人拢是伫一个听的环境，会当互咱相信的环境顶面长大。但是真不幸，咱大汉了，面对的人开始多，咱检查。有可能会较歹运去拄着一寡对咱无听的人，咱就开始被欺骗。几遍的经验了，咱就开始爱提防所以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拢讲台湾人上较有人情味，因为迄阵咱的风气风俗抑阁真朴实，人甲人中间的关系真亲密。但是渐渐真侪人，我感觉这是罪的运作啦。真侪人为着得到家己的利益去人欺骗别人，所以渐渐规个社会环境的迄个气氛，就是讲，咱来提防这个人讲话，咱不一定爱相信人因为安尼人甲人中间就起一座墙，渐渐咱想讲咱去一个城堡，咱住伫内底较袂危险，无要甲别人接触，但是安尼嘛无真好势，所以咱因为咱的经验的缘故，咱拄着无听的人。向欺骗，所以咱开始会提防，就失去人甲人中间的信任。所以咱明白，听是信任的基础。那假使若无听，就无信任；无听，你就袂相信别人。但是倒边来讲，你若有听，你就当起着这信任。所以有一寡人，伊受到伤害。受人欺骗，所以伊开始毋敢相信别人。这个时阵要安怎改变伊？就是你要互伊来到一个听的环境顶面，真侪人听伊，互伊开始会当信任，伊迄个墙就慢慢拆开，拆开了，伊就开始会当信任别人，甲别人起做好的关系。所以人爱人因为无信任的缘故，所以封闭家己，但是因为听的缘故。拍开这个封闭的墙，互人甲人会当重新起做这个信任。其实毋是干那人安尼啦，你若有照过大
动物的人，你就知。动物有迄个性格吼，你若听伊吼，伊会有信心，伊会甲你建立好的关系。我有一个同学吼，伊被摆到一个庄骹去服侍，服侍真无用吼，伊迄庄内做一狗仔吼，有一只狗仔吼，专门去互欺负的，逐摆若狗仔咧吠吼，迄只狗仔就走去喂，做迄胆做细吼，拢去互欺负吼，有一天伊发觉讲，即只狗仔吼，可能迄个懒散的缘故吼，所以吼倒伫涂骹伫遐害囡仔。狗仔囝已经死去啊！一狗仔某吼懒散倒伫涂骹，强要死啊！伊看伊安尼吼，实在是真可怜啦吼！拄好有一个会友送伊一碗麻油鸡啦吼，所以拢来做回来吼，拢互只狗仔食啦吼。伊想讲，伊来上帝讲我做无用的吼，无法度照顾这只狗吼。但是如果伊若真正活起来吼，我就是来照顾。结果无想讲，即只狗仔真正活起来，吼！对上帝讲安尼，伊就照顾即只狗仔。即只狗仔我们在做大做细嘛，吼！但是伊就来互伊疼，吼！来关心。头起嘛是甲伊有小可隔离，但是伊来疼、来关心、来饲物件，来洗浴，吼！我慢慢建立伊甲伊中间的关系。到尾即只狗仔感觉我有主人哦，开始有信心啊咧。即摆若庄内有狗仔咧冤家，伊拢会走去苦劝因咧，走去劝架，袂阁走去逼啊！你看，迄狗仔动物就是安尼，何况是人？人若受伤害，对别人袂信任，无相信，咱就爱营造一个好的环境，互伊伫即个疼中间去恢复。伫天主教的传统中间有一个真水的传说，即你若去罗马游览的时阵，有可能会去即个所在吼。即我有一遍去罗马参观访问吼，阮的游览车都经过即个所在，即个所在真细的一间教会吼。这间教会有一个真特殊的名，叫做这间教会名叫做“祝你往哪里去”吼，祝你往哪里去，伊个名就是安尼。伫遮有伫即个所在，即个地点吼，有一个真水的传说。因为咱知影初代教会吼受到罗马皇帝和罗马政府真大的迫害，罗马城的即个所有的基督徒拢受到足严酷的对待，若去互掠着吼，有可能去互刺杀，有可能去互火烧，吼，真凄惨。迄个时阵，保罗就是伫罗马城内底，即个是彼得伫即个罗马城内底，大家都苦劝彼得讲吼，你赶紧走，赶紧走。无你迫害你会忍受袂了。这必定胆真细就安尼，就安半暝就对迄罗马城走往去郊外的所在。拄走到即个所在拄去对教堂即个所在拄远看到一个光对伊行来，伊目睭闭开看，讲主耶稣啊！伊就伫即个所在问即个主耶稣一句话讲。主啊，你要往倒落去？这个时阵，伊看到迄个耶稣基督的面带着忧愁对伊讲：因为你离开我的羊群啊，所以我要搁前往罗马，搁定十字架。我讲这个时阵，彼得听到主对伊讲即个话心中实在后悔，流目屎，拢伊伫即个所在拢回转倒转去罗马城。因为耶稣基督的疼，重建伊对上帝的信心，所以伊毋惊迫害，等于甲罗马城无偌久受逮捕，人要将伊钉伫十字架顶。伊讲伊无配甲主耶稣基督相款的死法，所以伊要求人将伊倒钉来钉伫十字架顶。咱看到伊变做诚做勇敢、有信心的人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一个真水的传说。咱看起着听会当重建一个人的信心，听会当重建信心。无论你伫什么款的环境中间，如果失去信心，就是爱加添较济听。咱在伫家庭中间，咱因为听彼此信任，但是现在咱发现有真侪夫妻产生一寡问题，拢是因为欠缺听。
产生无安全感，吼，无安全感就是欠缺信心嘛。有一寡太太也是讲先生对另外一半有无正确的听，伊就咧烦恼讲啊，常常安尼啊，疑神疑鬼，无信任，无信任。啊，这个时阵要安怎？要面对这个问题，就是爱互伊搁较济听嘛，搁较济听。双方拢做一寡调整，吼，咱用搁较济听去互因放心。亲子中间嘛是相款啊。有时阵咱因为啊一寡歹的问题，煞去破坏咱中间的关系，失去了信心，彼此无信任，要安怎？就是爱用搁较济听，才通弥补这中间的关系嘛。咱有时咧甲囡仔斗阵的时阵，有哪真细腻。我过去捌有一个经验吼，真无好吼。这听起来真趣味，但是真无好吼。因为我后生吼，木奇吼，伊细汉伫遐咧佚佗吼，我看伊咧佚佗，有一工就想讲，甲伊讲一个耍笑啦吼。啊，我看伊伫遐咧佚佗，拾到一个玩具吼，啊，我带去买另外一个玩具吼，我就木奇讲，木奇来，爸爸变魔术互你看吼。啊，譬如讲伊迄个时阵在耍接球啦，吼，我就讲木奇你目睭开开，吼，啊你算到3，吼，啊爸爸讲你目睭剃开的时阵，你开通剃开吼，啊伊就1、2、3，哦，我就变一粒出来吼，好啊，变一粒出来。哦，迄个时阵啊，伊迄目睭啊剃啊大蕊，讲哇，这爸爸较会较厉害吼，我足崇拜哦，吼，我想讲哦，我感觉足骄傲吼，讲啊这囡仔安尼对我吼足崇拜安尼吼，结果代志惨啊，过无偌久吼，伊煞摕即只来找我，伊讲吼啊变成较大只的。啊，当然咱即摆会笑啦吼，但是我迄阵我心肝咧插一下，啊变袂出来要安怎？啊，当然是闹气啊，但是，这囡仔以后安怎看我？哦，所以我就来牧师讲哦，牧师爸爸来，我做严肃来讲，爸爸来会室咧，爸爸拄则甲你开玩笑的，你看这2粒拢伫个，吼。爸爸来会室咧，爸爸来骗。啊，你毋通因为安尼吼，就失去对爸爸的信任吼。所以迄个时阵就爱继续来听较济，才通恢复彼此中间的关系。我这句节咧，主要是要互大家清楚，听会当重建信心嘛，听会当重建信任。如果若双方也是讲2个团体，因为无信任的缘故，关系无好，就是爱搁较济听，放即个中间，才会当恢复。这是第一项。第2项，咱发现讲，毋干那听会影响信心，信心嘛影响听。你若哪相信，你就听了哪深。咱举一个例好啊，咱举男女中间咧交往的过程中间，2个人咧交往的开始吼，因为对彼此拢无了解嘛，虽然有好的印象，但是无可能听了真深嘛，吼。大多数的人。在交往的过程中间，拢是慢慢斗阵嘛，啊斗阵久了，因为慢慢认捌，发觉讲，对方改成值得我相信哦，所以你就对对方加付出一寡感情。啊，你哪相信，就哪容易听对方；啊，哪相信听就哪来哪深。啊，到最后就决定将一生交予对方。啊，所以对一个人哪相信，咱付出的听甲感情会哪济。夫妻斗阵嘛相共，彼此相信、彼此信任，2个人就听了更较深。啊，咱生活中间，咱因为学习互相相信，对互信变成做互爱。所以伫信仰中间，咱嘛是安尼，咱对上帝的信心哪大，咱会听就哪济。咱看起着有真侪人吼，有顺转的信心，伊毋是讲平顺的时阵较听上帝哦。伊伫拄着困难、极深的时阵，别人拢感觉应该爱痛苦、咒惨上帝的时阵，但是伊无安尼，伊对上帝哪有信心，啊哪听上帝，哪对上帝献心，啊这2个有一个良性的循环啊，咱知影，听会相信，相信会听了更较深，听了更较深，你会愈相信，这叫做良性的循环。啊，所以听甲相信是互动的，听会当建立信心，信心也会当
加添疼的力量。最后，咱再来分享一点，就是讲，咱常常咧讲咱有信心，也是讲咱有疼心，这两项有啥物款的关系？伫咱所读的第2段经文中间，咱看见着保罗先生对咱讲，当咱伫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底时，受割礼或者是无受割礼，拢无啥物关系。独迄个用疼的行动表现出来信心，才算做是重要。这段经文有一个背景，就是当时阵加拉太地区的这个教会拄着问题。这教会原本是保罗设立的，后来保罗离开这个教会了因受到信仰上真大的冲击，有一寡叫做犹太派的基督徒领袖，因来到这个教会，但假使讲除了接受耶稣将做救主以外人要得救，就爱安怎？爱去守犹太人的律法，特别是接受割礼。所以保罗知影这件代志了，真受气真着惊，所以伊就马上写这张批回去。伊讲，当咱伫耶稣基督的生命内底的时阵，讲咱接受耶稣成做咱的救主以后，有受割礼无受割礼拢无重要啊。上介重要只有一件代志，就是迄个用疼的行动所表现出来的信心嘛。意思是讲，保罗咧强调这个信心的重要。这信心是用疼的行动所表现出来。在保罗看，信心是得救唯一的方式，但是这个信心是爱用疼的行动表现出来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如果咱若真正知影耶稣基督为着咱做遐尼大的牺牲，是遐尼大的疼，咱就应该对这款疼有回应。要怎回应？就是要有信心嘛。有信心就是爱用疼的行动所表现出来，人才会当知影你是有信心的人。如果一个人讲伊家己有信心，但是却活得亲像无仰望的人同款，安尼人才会知影有信心。有信心的人会展现无同款的生活品质甲生活态度。上界重要的信心见证就是实践疼。伫付出疼的过程中间，别人才知影讲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全能的上帝，咱对这个上帝有信心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要传福音其实无困难，就是咱来见证咱的信心。要见证咱的信心，就是咱爱处理了爱有疼的行动。咱毋是将疼放伫咱的教会尔，当咱的牧师来恁祝福，祝到了，恁就出去对无？出去了，你就开始爱实践疼的行动，互人知影你是有信心的人。咱感谢上帝。咱拄则安尼长老伊咧祈祷的时阵有讲到，咱伫前2天拜5到拜6，咱所有信任而且中级同工做伙组织，阮组成一个新的团队。伫即个过程中间，牧师非常非常感动，因为我看见着咱教会新的团队成立了，大家共同一心志要来实践对上帝的信心，就是透过咱所推动疼的事工，来见证咱真正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牧师对咱乡邻教会未来充满仰望，咱爱伫祈祷中间，为着咱的教会常常祝福，互咱教会真真正正会当用疼的行动表现出来信心，互咱真真正正来羡慕这个会当带互人生命改变的真神上帝。咱同时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感谢你透过你的话，搁一遍互阮帮助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用疼来建立信心，也透过信心的坚定，互阮疼了搁较深，也互阮会当用疼的行动表现出来信心，来为你做见证，荣耀你祝福人。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